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福喜來嘅，我係吳依容。我哋睇9號啊，讀書高長路會讀到亞位美術欣賞哦。不過今日來到節目嘅美術欣賞呢，伊唔但搶有過豐富嘅教學經歷，畫圖咩本意有過匹配過精彩嘅人生哦。我哋今日都有請伊來同我哋分享，歡迎李水瑜先生。主持人好，福喜來嘅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美術欣賞李水瑜。歡迎先生來到我哋嘅現場吼，唔做啲先同大家小結一下自家夢係哪一派嘅？我係屏東萬萬嘅客家母嘅，後來呢，都會加去桃園，萬歲時節都喺睇客家種，故說下年講嘅唔會差啦，更加都喺睇好羅種，家官家娘咩同我講好羅花，故說客家都聽表喺度。基本應該都盡量用客話來講，唔會都用華語來講，安尼。冇問題。不過聽起來係唔係客話冇聽表係㗎？我一禮拜會同我媽媽打電話一擺，同伊講客，冇錄個聽表係安尼。因為我冇客人嘅環境，我練習。順後冇人同講客。雖然講我哋錄個圖也係客人最多嘅地方，唔係我更加係喺巴德。巴德嗰邊都係好多種，故說都親難得聽到客話安尼。好，咁老師，你做同我哋分享一下，你係萬歲就會好畫圖嘅嚇？係，我萬歲時節都親好那畫那個月曆啊撕下來都安尼畫。我記得都係過少嘅時節，我畫一個圖，我有小聰明，想要買人一個圖，一種買5個元。真㗎？有人同我買，也係把圖換那個馬殺雞啊，同我按摩安尼。都按厲害咯。到國中以後我咩親好畫嘅人工誒，就是畫漫畫，上課咩畫圖書咩畫，我媽媽都講你按好畫圖嘅人冇去讀嘅美術班好誒，我都冇伊講去高中讀美術班，安尼要教我畫漫畫冇？我講我呀，你去讀但是就是畫漫畫跟會畫素描、水彩都冇共用的事情。故說我去補習班補習。高中的時間國3要讀高中的時間，我都先去補習班去畫圖練習。後來呢，都去讀到嘅屏東高中的美術班。你去以後都發現到阿妹按多年路按厲害，我哋同學有的都係過小開始都開始畫嘅，都太家人都親厲害，我都感覺起冇很沒有信心，我都想按用的就是追上大家啦，我都上課嘅時間都會辦那個畫架，就是辦畫架辦到我感覺家人親厲害，我來學伊。就坐伊嘅隔壁，也係後輩，安尼可以用嚟畫嘅，什麼構圖怎麼上色都條同伊學起來。唔萬歲就係考歐北亂畫，冇像以前可能自細就係以美術班為。有啲人都係國小都讀美術班嘅。國小就有啊，國小都有啊，什麼屏東什麼中正錯過，就。算半路出家啦。萬歲按好畫係想愛逃避到自己的夢想世界，還係冇就係拿一筆字就係歸好。我媽媽講，她說我這個是遺傳。她說她自己，一共去噶，其實就是有一個美術夢啦。媽媽，她說我這個是遺傳她。我自己不覺得啦。因為像我哋客人我有印象都係我有叔伯阿哥，還有表老太，佢會畫圖。不過伊人家講愛考美術班嘅時間，伊人呢師太人就會講畫圖下2擺揣模好使，故說唔會本伊人讀美術班呢。媽媽係冇用用吼，因為很愛去讀美術班。原來都係媽媽就有嘅夢。其實都會就是高中嘅時間，真嘅冇教，用嚟畫漫畫冇教。咁就係偏題嘅，唔單單就會想去畫漫畫，
结果没想到去高中冇，就是画素描、水彩、水墨画安尼。刚刚他会很痛苦哈？唔会呢，我画画的时候其实画完很有成就感。就裱框裱起来放在家里。安尼越来越有自信啦。刚他就有上过刚才太好的技术，考美术呢，系咪？美术呢。当阵就有考到。如同文化太好美术呢，刚他拖个时间，我想讲刚才拖黑的，太好毕业的，我下一班要做嘛对吗？会有这个彷徨吗？我有一个想法啊，我妈妈又同我讲，她做我后面的军师啦，又突然讲，下一班出去唔对要做嘛嘅，唔去读个教育学程啊，教育好长，读了以后呢？以后做得做美术欣赏安尼有建议，有同建议，咁如有去读教育学程，有考到，就想刚下下一班就来教美术，毕业了如果顺势做美术欣赏诶，先去台北嘅私立学校啦，后来又回到屏东的鹤生国中，我又加去桃园，我所又去桃园。平安路喺桃园咧，青海国中、清溪国中，一开始啊，要做美术欣赏，噶行迄几脚就适应咧，还系有嘅适应的过程。做欣赏一件事情，我感觉我万岁时节，如果教我喺做，我喺欣赏，喺好上嘅安尼游戏，如果我感觉我个人如果就会做欣赏的人。就是，而且我会去想要多认识好上的提兄嘛嘅，我说好上的同学，如果各种朋友用的，有嘛嘅事情，如果同学讲，搞的嘛嘅男朋友啊、女朋友啊，如果同学讲，连一个如果同人讲，咁唔同人的印象当中嘅美术欣赏就过冇同样哦，因为我也喺上嘅各种嘅美术欣赏，咩唔起来嘅咧，咩唔起来，印象就係。一路唱教人哋畫圖，下課的，路下課的，路等下禮拜過來上課安尼，其實冇乜嘅印象咧，唔同學生嘅關係唔咩安尼。如果不會用我去欣賞一些學生嘅方式安尼，那種權威式的同你的講法啦，就是我們是平等的，就是會用詢問的方式啊，你用唔挖日記啊，或者是就是關心，好奇他怎麼不動筆這樣子，就是莫講啊，把給安厝啊，唔好看啊，就是要留口德，要做把做唔得講安尼，感覺很用你嘅欣賞啊。就是開放心胸的欣賞，有啲欣賞你感覺，我照我方式來畫啊，其他的一路就是比較不認可，我去甲迄我教伊等下個伊愛唔愛做唔愛做唔怕，伊去甲發個夫妻嘛甲他只要能夠講出他為什麼想這樣畫，講出他的想法。其實我要做得接書，我要講上嘅地就係從嗰一批和嗰後生一批嘅欣賞，同我哋家下嘅差別有一睇，因為我印象當中就係我哋晚些嘅時間，如果做人欣賞講嘅來話，假是唔唱，一路嘅，他把人會拿人嘅筆起來，畫。你畫路地講，也路唔係挨畫嘅咩？路很明顯的差別。你有一個標準，不過路唔會安尼感覺。我畫一個標準不一定看。因為有啲生人呢，伊路係有標準呢，畫不一定看，伊會不安心。沒辦法天馬行空。有啲生人就比較沒有創意那種，他比較希望你畫給我看。我只要能畫，他這樣就會覺得我畫的。比較有安心感，有啲生人呢，都會伊講我學唔捌嘅啊，捌嘅夫妻嘛，咁安尼，也係捌嘅嘛。有位人如果就夠有創意啦，其實我咩喜歡都會有創意的人啦，我咩親好捌本學生嘅看，見好愛，唔好愛，我希望他們就是多觀察。
就是自己去观察一个东西，嘿，嘛个用诶，嘛个设身，啊，你自己观察，去甲拉下来安尼。嘿，也如迄个迄对自家出发的东西，嘿，比较原创性这样子。哦，啊，你烘奶就是模仿啊。嘿，古时候会鼓励学生诶，模款爱诶，模款爱诶。嘿，啊，唔是要唔要做得来款爱诶。好，嘿，好，啊，你刚刚讲做美术欣赏要运用哪些条件啊？不要太主观。虽然说美是很主观的啦，但是你去啊感觉要个东西轻讲轻闹啊，有的生意你感觉无啊，爱感觉个要个夫妻嘛，该要轻讲啊，那你就是要尊重每个人的想法这样子，就是要比较开放的心胸啦。所以按那个创意相关的欣赏，会后上诶会不应该很多那种让你毁三观的时候，心得啊，对啊。哦，对，但是我会就是多欣赏啦，你不要太莫讲伊把个清茶作为清茶，伊如果同来讲说，伊其实有嘛个想法，你谈一谈，如果真经有样哦，伊迄你父亲嘛，迄因为他想要做那种，比如说那种就是颓废的感觉，那种什么海盗船啊，颓废的感觉。真经有样哦，有这个想法啊，你谈看咯。我相信教书的过程一定有几多几奇妙的一个回馈哈。唔单止安尼哦，其实水云先生还有几多吞发图有关的奇妙的经历，让人了一下听过继续来请教伊。欢迎到进来福喜来嘅现场，我哋今日的来宾係美术先生李水云先生，多先生講到可以係一個開放嘅，嗬，都會去尊重學生嘅創意嘅先生。咁睇下教學嘅過程啊，有遇到過乜嘅個奇妙嘅事情？上到有一擺啊，如係一團學生嘅，做嘅嗰個紙雕作品啊，請講啊，請想留下來俾大家人看。但是可是呢，有一个作品，我刚刚按呢，不好意思，就是他做了这么久啊，我要把它拿过来，我想讲，我等搞本作品好诶，囤个作品送本来，我挖一个作品完，可能我嘛个，后上个讲，伊上爱嗰时间有个动画叫《鬼灭之刃》，底部有个炭治郎，一个日版的啊，请讲，如果很爱挖个日版的送本伊。就给你版的推弯给他的那个纸雕的刀剑哦，你如果个是平面呢？你版平面呢？嘿，哦，有留下来，有翕下来，有翕下落，嘿，有翕下来，安尼啊，嘿，做的可以做你版的也有，嘿，做的，我就叫他现场带起来，然后耍他的剑这样子。哦，很酷哎！跟我也都亲神期啦。哦，按期哦，按呢，我相信学生也会记得。嘿，好，他们就会想要为了得到我的作品呢，好好的把自己的作品也做得很好。一个激励的方式，激励的，唔过每位欣赏有能力的。嘿，我刚刚讲，这是都是爆贴喊的。也一多年前的事情。6年前。哦，6年前。嘿，哦，我班有把图送本学生诶，就是祝他们会考顺利。嘿哦，一共以青蒿跟什么投胎转世的个什么动画，嘿，我如有把本伊。嘿哦，真给塞爆贴喊呢，你都送本也给学生诶，送本学生诶。哇，你是从挖图送人哈？嘿，电脑绘图寄电子档给他这样子。哦，哇，这也要花时间。对啊，还没做铁道诶。刚唔识啊，就像唔讲唔办，是几好画漫画，都太也还几好画系咪？个生意你咪青蒿画漫画，有冇搞伊哦？嘿哦，真件遗传的吼，遗传。刚更加唔去甲创作嘅法，唔如画嘛嘅，唔轻微画嘅，就是像这样子，很像漫画类诶。嘿，我自己比较擅长就是画漫画或者是画人像画。
那比较 Q 版的，或者比较搞笑的这种的。咁除了送學生，係咪會送親戚朋友安尼？哦，從我自己的爸爸媽媽到我的老公，到我的生日呢，到生日的先生，到同事嘿朋友，哎呦，親到有數個我的人想法，因為就是有的人要結婚啊，就是送一些那種比較貴重的禮物，他們就覺得哦，做唔得，你發一個圖啊，送俾先生。以前都講過啊，禮輕情意重，就收得下來這樣子。哦，啊，你嘅禮物睇假如會過喜歡呢吼。嘿，咁唔知假如有留檔嗎？有留檔。哦，咁都得看一下冇？好啊，都得看一下。我嚟看一下好冇？哇，咁唔算過一度嘅人，數過唔嘅花係冇？怕算唔出嚟哦。係算唔出來，呀，我把我嘅某一個先生，其實冇按抽啦，先生數到立刻換他的頭貼，嘿，伊講哦，把個親獎哦，親獎呢，哇！啊，也係把個上富風，我自家用嘅某嘢安尼。哦，啊，印出來，如桌上做一兩張，做一兩，就是找那種白 T 恤畫，嘿，哇！哎呀嘿。祝就是我同事結婚呢，嘿，啊，他當然也不會穿這種開高叉的旗袍啦，啊，我們畫畫就是要誇張一點，唔係做那胸片，迄做那胸片可以面，嘿，哦，唔過戴下係唔似個胸，對，我似個胸的，哦，係哦，哇，咁數到嘅人會很驚喜呢，係啊，因為下半身都不是原本的，嘿，下半身如果我似個胸的。哦，要咩丢诶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老师，安矮路推丢就是漫画里面的那个米豆子，对，哇，唔捌幾幾好呢，咁人數多誒，唔係會引人歡喜，唔係會歡喜啊呢，係啊，因為就是用比較有新意啦，嘿，唔係講送人。可能你用唔到的東西啊，一數到就可以立刻換頭貼，按你們親後，馬上受用這樣子。嘿，因為一個講愛囤買吼，也很難定價，吼，因為假如係人情，吼，唔係講哦直接用買嘅，吼，如囤完些一張5塊，幾冇用用哦，吼。係啊，裡面有發給一種發胸，你看也係萬人啊！你看也萬人哦，唔捌佢邊個本人講過多咧，有念出來沒？哦，我可以體會為什麼收到的人都很開心，因為都比本人美很多。要畫畫就是要比本人更美，哇！收到的人才會開心。哇塞，好珍貴哦！要係你嘅就是55金鐘獎誒，嘿，給兩丈夫。好棒哦！然後係我畫嘅圖，哦，哇，會獎呢？有 surprise 嗎？有，而且真的是很漂亮，我不是恭維的說你畫嘅會獎，係真的畫嘅會獎，係你自己上嘅個獎啦。哇，冇，我很想長這樣，哇，都獎，哇，我主持人可以對一個禮物，按你畫一種啊，像畫送本牙一種，花一段時間。2到3點鐘，很夾哦。嘿，唔捌個很夾。因為這是用電腦繪圖畫的，嘿。我說如不用，就是還要用橡皮擦擦啊，都得把個親夾安尼。哦。還有對這個人有沒有感覺？沒輕鬆要誒，有的人可能冇看過伊，嘿。也係我感覺伊沒有什麼特色，而且抓特色就會輕叫的時間。啊，有的你如長得很有特色，我如把佢輕夾。哇，也個如果唔是細就開始訓練咧吼，你還小就開始還小在畫漫畫，開始開始就是觀察人，所以我才覺得觀察很重要。哦，啊，我聽講畫圖一件事情，還有睇別的國家，沒有睇別的經歷。年輕的時候。還有上個時節，但他有28歲個時節，如果去打工度假個時，那時候很流行，我們就去紐西蘭。哦，
啊，因为唔要清好，我想讲我用那屯外国人交流，我想讲我专长就画画，我就带话剧去，结果都用到诶，嘿，因为就是他们那个工作有淡季旺季之分嘛。啊，那个时候就是淡季的时候，大家就喊某事情周啊，如果去改请事情周，那像我因为我带话剧去，我就来画水彩卡片。义卖，因为他们有那种假日市集，有的他们有些卖果酱啊，卖衣服啊，我卖卡片这样子。这时节就是他们的那个父亲节快到了，古时候我把给一个阿爸，然后囤两个妹爷，遐两个妹爷都抽屉阿爸的背囊，一个很 up， 一个很 down， 很爸爸松松下下安尼。亲神奇，正经愈分量的小妹爷买走的。古时家他就唔要照顿唔嘅面来画，就系唔画嘅想象的，就唔等于讲设计卡片，人中意嘅愈买。我画青豆，你是上种，你上这种，20-30张这样子，都摆一个小桌子。迄路卡巴后还系现场吧？有没有。有人看到也给以亲兄买，还没做的就是照他的意思画给他这样子。迄纽西兰还有拍的体验拍规模同样的吗？因为大家都要去做的一些事情，就是一定要做。像那个高空弹跳。身体太结束的，去甲跳下去，安尼讲来讲去，跳伞，就是抽比亚机啊，那个教练向下跳下来，安尼，还有你会爱上前啊，古时候给时间买个面粉啊，几个糕啊。做包的啊，做面包啊，买个东西都卖得出来。你家下去打工度假过后，都转来台湾，迄直接就有继续做线上，还有做过其他同画图有关的事情。我过来的时间都先过去，都过来屏东。后来呢，都会去投研的时间。那想讲，这时间就有点探索自己。我除了当老师之外，还做得做马嘅。那就想讲，住的地方离那个陶瓷博物馆还蛮近的。那想要去做博物馆相关的啦。想想比较接近自己这样子。对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找找看。可以在博物馆里面搞摄影的呀，吹冷气呀，很舒适啊，这样子这时间都没有这个缺额，好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在附近找相关的等看哦，我就看到那个真人启事，真画师，如去面试调价同来讲，的呀画师是画骨灰坛哦，糖豆其实冇乜嘅感觉啦，骗人可能会想你画骨灰坛会不会怎么样？我想讲，如画在纸上，画在红的风，迄通用的事情，我说我想好啊，我就捌看看哦。有冇印象？这种金红的当国会画乜嘅图？他们其实就是画国画有捌讲的，就是比如说牡丹花，或者是松树，或者是一些植物这样子，我们有画过的。就迄国画的这种上边啊，金芒的画。金芒还是想讲，以后假使讲，迄个底部呀，下面题目也给红的，充满爱，有一个爱，就是画师这样画的，安的轻讲，不爱黑，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来画的。哇，安去拍这条路呢刚唔做一久。冇做清久，虽然讲给调价讲，唔捌给清好哦，可是就是我的捌给提防后背路迄烧窑的地方，铁伢的，又冇人去采，米摆路迄提包嘅问题，迄天的问题，都天伢人嘞，古时候路冇捌一久，我路
我就不想做，因为太热了。假使有人去好菜，无听说唔会继续捌哦。继续捌。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先生，迄今年都按贴片咯吼啊，虽然先生过期哦，你看你周围按到某用个事情，帮涂鸦件事情，它还可以延伸到哪里去呢？可能了解他听，够继续来抢高一。非常多种来欢喜来嘅现场，我哋今日的来宾係美术先生李水云先生。多先生有本我哋看到一道嘅作品吼，過奇妙。我哋休息時間有可能一下，有同老師講，嗰本我哋看一下，嗰講一下故事吼，還有幾種，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嗎？就是我自己畫人像畫，我會希望畫誇張一點。細拉嘢，我都會畫腹肌啊，細模嘢就是身材要好，一點看得那麼歡喜。有一種係畫好高的注音，個注音係游泳教練哦，嗰時候也身材真緊親厚，有胸肌、二頭肌、腹肌都有。啊，伊看到咩真歡喜啦，其實我冇真正看過伊嘅身材啦，想象的，熊熊的。哦，啊，帶下嘅都係以很擅長嘅嗰種水上活動安尼。哦，哇，家己輸到真正會幾歡喜呢？真歡喜，嘿。還有我嘅同學伊結婚啊，結婚啊，伊嘅老公我咩冇看過，我冇看過，還有看到伊嘅面。想象他的身材就是這樣子，阿姨看到咩親歡喜，身材有那麼好嗎？總會變健美先生。健美先生，哦，鬼奇妙。細模看起來像洋娃娃，要被保護這樣子。還有咩係？我同事啦，很多 Stephanie，以親好看帥哥，古時候我就發一個帥哥的背面，還有背肌啊、二頭肌啊，再給他露點骨溝，一看起來就那個就會噴鼻血這樣子。哦，都係唔去紐西蘭噶哈，熟識嘅朋友，也結婚的啦，唔啲也總有留的嘛。哦，應該很好的。她的老公是不是這種款的這樣？哦，認識到伊嘅個性，如體表現喺一個卡片。哦，都係同一般人講，看到相片佢畫嘅都冇咁樣，因為唔畫嘅卡片就係底部包括的唔對亞人嘅認識，也個性。都會個有紀念價值呢。20年以後呢，在看到妹妹就是覺得很好笑這樣子。係啊，就唔係講像係一種法，唔係呢，如果都會意思念，他當時的個性。個奇妙哦！啊，你嘅畫圖嘅才情吼，係延伸到同客家有關嘅事情呢吼。係因為我去年啊，就是修了那個客語的第2專長，啊，我不感覺我以後想要就是做客語老師，係美術欣賞沒有做，客語欣賞沒有做，安尼。然後後來呢，如果我同學如果像英文欣賞啊、國語欣賞啊，大家都親厲害，像我寫文學，我就想講啊，我嘅目標嘅地方同別人有乜嘅，就是有什麼價值這樣子。我就想講，我會畫圖，安尼如果講客家話，我就2個結合這樣子。我說我想，那我來畫個客語貼圖好了。因為嗰時就睇考個客語認證啊，都好多親到客語嘅詩，然後同嗰詩同圖安尼結合起來，出一個客語貼圖。本大家正確來學一個客話。我媽媽看到以後，佢講一個伊看唔出個詩啊，伊講一個乜個意思啊？伊看圖睇有愈地說，愈地哦，一個細模嘅看起來愈清巧嘅用嘅，伊係唔係地個詩係用嚟念，伊看圖睇有愈地，係乜個意思？看叫愈地嘅呀。係啊，咁唔記貼圖就係大家咩買嘢到嘅。買嘢到嘅。唔當過有留嘛？有。頭都選捱嘅種捱相順，還有嘅咩貼圖嘛？
嘅美贴图，用嘅人工嘅美贴图。其實發嘅幾好呢，阿妹愛，那個係道車，也係人私音呢嘅發係咧，拜託，佢認真哦，請注意，發錢，恭喜，我等下咩嚟買，送本，之前冇看到，佢認真呢，那麼了，係啊，看埋咩？數到，數到，佢好呢嗬，也係要除咗講唔對畫圖，還係佢有興趣嗬，講到嘅，還係佢有熱情，還要加上一個學法，嗬，先前喺桃園係咪要參加一啲桃園市民學藝園，嗰啲乜嘅？佢冇彈歌嗬，係咩第一擺喺桃園彈歌，因為就是桃園現在很多那種什麼館舍，希望桃園市民大家人共下來，就是經營一些就做館長啊，地方創生啊，老屋改造啊，就是培養那種都市文化的氣息，希望大家一起來做。烏松愛路去參加，就是市民學藝園這樣子。我等最後呢，就是要辦一個活動，找一個館舍，辦一個活動這樣子，當做一個成果展。咁唔係佢無限嘅嗬，乜嘅拜託咩參加呢？後來等如果有乜嘅，就是出版的電子報啊，如果請我畫插畫，因為他們知道我會畫。所以他們就可能去採訪桃園的美食啊，桃園的客家菜啊，桃園的景點啊，好，就是推廣一些就是桃園的食物，希望大家來，我就幫他們畫插圖這樣子啊。發了以後呢，其實一開始唔第一個地方，發以後咁倒條擺客家菜，看起來真好食哦，我要帶我卡人要向下去食，要認識一個地方你用畫圖一個才情，其實變啦以係認識人，認識一個地方嘅方式呢。咩認識很多人啊？大家如會就是各種專長的人來到這個地方，都做得認識很多人。哇，萬世應該冇想過畫圖可以做咁多事情。點解我其實唔係一般桃園人？我會帶我路卡人，一定都係桃園人哦。我帶一定向下去教桃園哦，一定唔第一個地方哦，係外地哦。係哦。講一個地方真好食啊，真好料啊，我定不用料你去料好冇？一定都講，有個乜嘅地方我唔知呢？一定係桃園人哦。按只有邊啦唔比呢，韓國了解桃園。我說見家呢，雖然講係加到桃園，不過其實咩算天意就故鄉嘛，嗬，唔係用嘅方式去認識一個素材，韓國咩有去推廣嘅，嗬，咩有去推廣嘅感覺？沒有推廣啦，就是所以你嘅路卡人咩去推廣嘅咩？對啦，推廣家裡的人，去食客家菜，安尼。咁你嘅聲音呢？你講你哋沒有遺傳到你的那個畫圖嘅才情？這個我就沒有刻意培養，我一把唔如吧，因為我覺得興趣這件事情啊，對，就是你不要太過，就是冇背影呢，就是不要太過，好像我要好好的培養你這一塊，那他就會自己就是去找各種方法去學他想學的東西。如果他有什麼需要的話，他就問說他有需要什麼用具，你可不可以買給他？他想看什麼書，可不可以買給他？係咪因為萬世其實你對你自家中意嘅事情畫圖一道，媽媽咩冇並用呢？你想去畫唔會畫？真見係安尼。你要表現出主動，然後靠冇，媽媽都送一下。好，我靠然後送一下。就按那個方式對你有好，沒有什麼壓迫感啦。對啊。剛我用那屯美術這件事情啊，對你們親子的互動有乜個影響嗎？我覺得影響很大因為我自己是美術老師，我都想美術教育啊，用到聲音呢，其實會就是很日常，
嘛个东西都做得同就是艺术相关。我说俺路去，俺又去考儿童师资认证，嘛个事情路捏得到。还有，嘿，然后就有按哪些认证？哦，有，嘿，啊带他们去画画啊，哦，然后做一些什么酒精画、流动画，嘛个事情路我一等搞，嘿，就是从小就是多探索啦。你已经喺教好上嘅嘢，係可以考一啲認證啊你？教嘅方式會冇強用咩？那講過係冇強用嘅，對新人嘅，對貴種生，公發嘅方式咩冇強用。係，嗰種去考嘅就先用睇自家嘅新人嘅情況。你有發現到人哋有冇嘅冇強用冇？安尼嘅美術嘅刺激，新人嘅，自家新人嘅。可以玩的東西又更多又更不用限制啊！你睇學校誒，他們其實照着課綱啊、課本走的，那能玩的東西其實沒有那麼多哇！我感覺講安尼嘅開發，係一種開發呢，下禮拜腦力開發這樣子。咁你做很多事情，接下來還有乜嘅計劃哈？我嘅計劃都係有用嘅，譬如都係。我很想要出一些客語繪本，假使講有乜嘅好嘅故事啊，都做得親愛來畫圖，天意都係我已經出了一個客語貼圖，一個日常生活的很好用的，可是我就是覺得客家人啊，有時間都貼真緊咧，唔會講嗰種不搭不起嘅事情，我就想出嗰種阿姨。俺唔想大病的啦，那種花，大家一起躺平的那種，唔係太家人會感覺用的啦，我自家會感覺後生人會感覺要輕省期，哎呦，你會唔會客家話你會出按呢不搭不起的喏，那個唔想大病的啊。如果客戶也下時推嘅貼圖安尼，嗰種你看下禮拜。畫圖還個客家也兩件事情，喺你嘅生活當中就會過重要嘅事情咧，你撒好了還要做合法欣賞咧，拍好去開始，哇，嗰時候就係嗰度好無限哦，先到無限嘅地方，咩過祝福欣賞，撒好了路做得過順遂，咩非常感謝今日同俺哋分享咁多奇妙嘅故事，多謝。多謝主持人，多謝觀眾朋友，記得來買我嘅客家妹妹嘅客語貼圖哦。好，多謝先生，加觀眾朋友撒下來評論先生好好運通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，韓國聽嘢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